最後原來我並非認識這個人，彷彿不停在計算某些下文，甚至害怕又要驗證伴那位共行。原來越怕關心，怕接到某種抖震，怕發現平淡中錯失太多的見聞，哪怕該要再獲得應允，都必須寬以待人，怎麼去啞忍？能行了其實不多，良朋為何生疏？甚至講不到半句，同樣是錯。然而沉默了，到最後誰共我慶賀？應否特意感謝那位不傷我？能投緣其實不多，如何重回當初？失去的誰還能記得幾個？你會否是曾在裡面常有的我？別太擔心，我會有我的指引，當作是遊歷過互相擦肩的旅行，抹去所有最陌生足印，匆匆的幾百萬人，少不免分心。能行了其實不多，良朋為何生疏？甚至講不到半句，同樣是錯。然而沉默了，到最後誰共我慶賀？應否特意感謝那位不傷我？能投緣其實不多，如何重回當初？失去的誰還能記得幾個？你會否是曾在裡面常有的我？其實不多，良朋為何生疏？甚至講不到半句，同樣是錯。然而沉默了，到最後誰共我慶賀？應否特意感謝那位不傷我？能投緣其實不多，如何